中华江信宫是鹿港福兴考处保12庄的信用中心，不过这厝是已经害甲真严重，按算是要卡掉电器。不过这庙内收真侪珍贵书法家的作品，地方文书工作者就组成团体，要把这珍贵的文物用所谓的方式保存落来。 今日庙内壁桌顶面侪侪用大理石刻的诗词字画，拢是来自黄天素、柯志廷、王汉英这寡真有名的书法家的手笔。好在先天上帝的鹿港福兴考处部江信宫，因为结构安全的问题，准备卡掉电器，到地方文书工作者组成保存团队，利用拓印加点影的方式，要把这字画记录落来。咱即届即个江信宫吼，咱即个整个的即个保存的进行吼，阮是为即个书法部分吼，咱来这壁刀的书法，咱来家做即个拓印吼。那馆顶的即个剪黏，咱是用即个贴落来，咱要来做保存的方式。我们就用这个文物普查的方法来进行拍摄，保持它不变形、不色偏，让后面的人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它这个作品的完整的样貌。江信宫是鹿港福兴考处部12庄的信用中心，早年因为贼头歹人多，地方无安宁，居民组成联庄，透过安夜料警保护庄内。料警的规模大，嘛是地方联庄信用的重要活动。但是较可惜的是，过去拢无留任何的资料。咱考处部江信宫是有12个庄头，包含福兴、鹿港12个共同立建，建于雍正年西元1724年，至今大301年。那要整理就想，过去300年来，先人无留半。庙方表示，江信宫捌伫1948年甲1975年中建，但是无留任何的庙史资料。这届电器希望透过拓印甲摄影，甲半世纪前的书法石碑、剪黏、砖拓记录保存落来，未来也会进行所谓典藏，互后代有门路来了解地方的信用文化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